你可以再跟我们分享一下，说你这一次就是挑战奥运有没有为自己设下什么目标？我其实没有给自己太大的目标，就说哦，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子。所以我觉得我会去很期待这一场，对于空手道来说，对于我自己来说是人生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。然后我觉得只要可以把平常的水准，然后平常的心态拿出来，我觉得不管是结果还是过程也好，只要准备好了，那结果一定都会是甜美的。可以谈谈倒数最后阶段的心情吗？然后有没有特别提醒自己要注意哪些部分？我最后的心情，其实我一直在调整，就是我对于训练心态，然后在很认真的对待这剩下的每一天，因为其实每一天的训练都等于是在倒数越来越靠近这个比赛这样子。那其实过程中难免有时候会有一些比如说表现不好的时候，或是没有做到自己的要求的时候，心情难免会有受影响这样子。但是我一直在跟自己调整说，没有关系，我自己就是想办法把它做好，然后回到自己身上多一点，然后再多去感受自己身体的状态，然后对每一场的训练都保持着你是要随时可以上场的那种感觉，对的那种心情下去做训练。那我觉得，如果保持这样子的状态下去的话，我觉得我应该是会以一个很兴奋的状态去面对这一场比赛。过去空手道是亚运，但不是奥运项目。下一届巴黎奥运也没有空手道，所以有点像是一期一会，只此一次的压力，你觉得会不会有点大？我觉得压力多少是一定会有的，只是看你怎么样去想这一件事情。很多事情都是一体两面嘛，所以我反而会想的是，既然只有这一次的机会，那我还何不好好把握，或是只有我有这个机会，不是只有我，就是只有少数人有这个机会可以在这个场上好好的发挥，那我不如就放手一搏吧，那种感觉。请介绍自己参加的量级情况，有没有什么假想敌呢？假想敌的话，可能就是土耳其吧，因为其实我这个量级有一半以上的选手都没有对过，所以我其实还蛮期待跟他们有很好的交手，就是像是土耳其啊，然后俄罗斯之前也有打过，然后再来是乌克兰，因为乌克兰是我这个量级的，然后我们其实很久很久没有对到了，那我也就是很想要再跟他交手一次，因为毕竟我们交手的次数很少，然后跟他对到的时候也是有一种很莫名的兴奋感，所以我觉得最主要的假想就是这两个这样子。我会比较想要去注意，跟我比较想要去对到的选手这样。姿云没给自己太大目标，不过大家对于姿云的夺牌期待都很高，那你自己怎么去平衡这样的期待？我会当做没有看到，拼拼图，因为我妈或是一些社团都会 post 新闻上面讲什么什么什么，然后我就 OK， 然后就原本要点开，然后 OK 看到是我的图 ，OK 好换掉，跳出这样子。但是我觉得，其实因为我有经验，就是我把就是大家的期待，或是大家对我的支持跟期待，就是背负在自己身上太多的时候，我反而会给自己就是压力。但是我觉得，就像我刚刚讲的，很多事情就是一体两面，所以我会选择，有时候我会选择去正视它，就是我反而会把它转成一种力量，所以就是非常谢谢大家的，就是支持与看好这样子，所以我会慢慢调试，然后虽然时间也不多，但是我会慢慢调试，然后试着去把这一股力量转换成动力，因为其实我知道，就是一路以来，因为
应该是说一路走到现在，其实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可以完成这件事情，要到达这个殿堂。所以我也很感谢每一个人对我的支持，然后跟鼓励，所以我会带这股力量奋战，这样子。